阿勇今日帶你睇一套近住珠海市區入邊嘅一個四房，咁呢個位呢係坦洲嘅逸駿星園，望到嘅就係一個現樓狀態啲梳化呢啲就冇噶啦。首先入嚟係過道啦，呢個位置係撞上一半嘅。另外呢度係預留一個鞋櫃嘅位置。咁呢間房係送俾你嘅，實際呢就你係買3房可以用到4房啦。呢間房係送嘅。咁餐廳同埋客廳呢就係南北通雙陽台嘅一個格局。你睇下呢個風幾舒服，而且而家拍攝嘅過程中呢係唔開燈嘅，所以話你睇到嘅光線就係自然光噶啦。呢邊係餐廳出嚟嘅陽台，對面呢就係珠海市區。我哋另外睇下廚房，咁廚房呢係有油煙機嘅，佢未裝上去預留一個大大嘅冰箱位置。咁最出嚟睇下客廳嘅陽台呢，視野都非常之開闊，而且呢個陽台一個長嘅陽台，非常之舒服嘅陽台咯。你睇下呢個樓間距 O 唔 OK？ 睇到嘅景觀呢就係園林嘅實景噶啦。現樓嚟嘅，即買可以即辦證，搞掂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呢個係第2間房加埋入門嗰間房係送噶嘛，已經係第2間房噶啦。再過嚟呢，就睇翻到衛生間嘅一個交付啦，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咁空間呢，咁同你講啦，可以擺個浴缸都冇問題嘅尺度，非常之舒服。加埋呢個大窗，嗰時係非常之 OK 噶，因為全屋都唔開燈而家。第3間房，呢間房係做 BB 房，細少少。咁主人房呢，相當之舒服噶啦。首先睇翻佢嘅主人房衛生間，再過嚟呢，主人房呢係2個窗，雙面通光採風，非常之 OK。如果你哋感興趣呢個坦洲嘅逸駿星園，咁翻到珠海市都非常之近嘅一個位置嘅4房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繫翻阿勇啦。而家單價都係11000左右啦。係咁先，有興趣隨時聯繫阿勇。